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现主时热天竹笋大出，真侪观光所在拢有出竹笋主题相关活动，招大家来食竹笋料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笋，它丝纹笋第二条。笋就是竹啊发伫土块样意样艺，因为真好食，咱讲是竹笋笋啊。咱较接看到的竹笋差不多有8款，其中就有乌壳的绿竹笋、桂竹笋、麻竹笋、甜凉笋、明中笋、箭笋。若是讲到绿竹笋，某人讲是绿芽笋；椒膏笋，某人讲是椒膏笋。另外麻竹笋会当做笋丝、笋干甲汤笋，还佫有生做亲像竹笋形尖尖的物件，咱嘛会讲笋。像讲路咧做工程，或者是讲塞车一路的，常常有状况，要提醒大家爱注意，就会菜三角锥，咱普遍讲是三角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读做麻竹笋，较大枝嘛较重，应该是咱上界接看到，一般拢是青食，因为纤维较济，嘛常常做笋干甲汤笋。第二个词读做卡白笋，这嘛是咱常常食会到的菜色，因为有乌粉捆来架生，正做笋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俗语咧讲，歹竹出好笋，好竹出巨卵。阿明少年放荡，靠种麻竹笋甲卡白笋，甲囡仔车养大汉，正做状元财。结果隔壁迄个头家仔囝生活足好过，煞生一个囡仔咧弄榴莲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做笋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